Hello，我係李奧，今日同大家講下一套好 hit 嘅劇《混沌少年時》。呢一套劇喺 Netflix 嗰度一上架咧，短時間內個播放量就已經達到咗1億啊！就連英國嘅國會議員同埋首相都讚好，仲話要喺學校嗰度免費播俾啲學生睇。到底呢一套劇有咩咁吸引人呢？首先，我哋簡單咁講下個故事先。套劇咧主要就係講述英國咧有一位13歲嘅後生仔 Jamie 被捲入一場兇殺案當中，而每一集咧佢就會用一個一鏡到底嘅方式去拍攝，並且聚焦落去案發之後嘅某一個時段。咁依次序咧第一集就係講兇殺案發生咗啦，咁警方咧就逮捕阿 Jamie， 然後對佢進行初步嘅審訊嘅。咁而第二集咧我哋就會跟隨住個警察去到 Jamie 嗰個校園嗰度去查案。從而發掘咧，原來有更加多嘅內情嘅。第三集我哋就會一齊咧睇心理學家同 Jamie 嘅對話，由心理學家嘅角度去睇更加多關於 Jamie 嘅家庭資料。去到第四集啦，亦都係案發之後嘅第13個月之後，咁就會跳翻出嚟睇下成件事對於 Jamie 嘅家庭嚟講，到底佢哋需要面對啲咩呢？而呢一件事對於佢哋家庭嚟講又有啲咩嘢嘅影響呢？呢套劇最大嘅噱頭咧，可能就係佢每一集都用一個一鏡到底嘅方式去拍，令到好多中意睇戲或者對拍攝手法有興趣嘅朋友咧，都想去睇一睇，睇下佢到底咩葫蘆賣咩藥。嗱，因為一鏡到底呢個方法咧，一直以嚟咧喺電影界其實都有一種特別少少嘅魔力㗎。只要你話拍得到出嚟啊，就好容易咧會吸引到一大班人去留意。例如之前分別都攞過 Oscar 嘅《鳥人》同埋《1917》咁樣，雖然咧佢哋兩部都係所謂嘅偽一鏡到底，但係基本上只要你做得到嘅話咧，就已經可以令到某一堆人咧就覺得哇好勁㗎啦！好啦，簡單介紹完啦，跟住落嚟咧就會進入一個劇透嘅環節啦。如果擔心劇透嘅話咧，就可以睇完套劇咧再翻嚟睇我段片嘅。不過反而咧我就覺得冇乜所謂，甚至乎我會認為咧某一啲嘅位咧你可能需要了解咗先，然後再去睇套劇咧，你先會更加明白成套劇嗰個核心同埋佢想帶出啲乜嘢啊。首先我想講嘅最重要嘅一點係Jamie 佢有冇精神病，有冇解離性人格障礙呢啲呢，根本就唔係重點，因為呢套劇嘅重點呢，佢哋一路都係放咗喺犯案動機嘅嗰一 part 嘅，亦都係呢，佢哋想觀眾一齊去反思點解 Jamie 會犯案，到底係呢一個社會嘅文化搞成咁啊，定係校園欺凌或者網絡欺凌導致呢？抑或係家庭教養出現咗問題呢？嗱，以上呢幾個反思咧，其實亦即係第2集同第3集帶出嚟嘅資訊嚟嘅，亦都係第4集爸爸咧喊晒口咁樣問嘅一個問題：點解我哋個仔會變成咁呢？嗱，我睇嘅時候咧，我覺得呢個問題就唔單止係問緊佢老婆啊，佢更加似咧係對緊我哋每一位觀眾作出緊一個靈魂拷問啊！我哋每一位觀眾咧，其實都係由第1集咧就跟住爸爸嘅視角去睇嗰一場嘅審訊，睇下 Jamie 點樣去否認佢嗰個指控，然後去到第2集咧就跟住黑人警察去到 Jamie 嗰間學校嗰度啦，見證住有唔同嘅欺凌，之後再經由住佢個仔嗰把口嗰度得知，原來個欺凌咧唔單止係喺個校園嗰度，係無處不在嘅網絡欺凌。第3集我哋再藉由心理學家同 Jamie 嘅對話去了解Jamie 個內心到底經歷咗啲乜嘢呢？佢點樣去睇男子氣概呢一樣嘢呢？佢點樣去睇女性呢？就因為我哋咧其實都一齊經歷咗1、2、3集啊，爸爸咧先會喺第4集拋出一個咁樣嘅問題：Jamie 點解會變成咁呢？如果我哋只係單純咁去將 Jamie 當成一個精神病患者咁樣去看待嘅話咧，其實我哋只不過係逃避緊劇組人員俾我哋嘅提問。逃避緊依家青少年面臨嘅問題嘅啫。呢度講緊青少年面臨嘅問題咧，其實係好複雜嘅。由劇中提到嘅煙酒文化、男性圈、男子氣概呢啲，去到佢入邊咧，再略略又帶出嘅一啲男權主義、女權主義、青少年嘅自我認同等等都有。甚至乎你要再闊啲咁樣講，父母點樣去監管子女嘅上網問題，父母識唔識教養，或者係學校嘅欺凌問題。呢度種種都可以延伸落去，但係無論係邊一種都好，我都想藉住呢一個位帶出嘅係冇任何一個問題係單一嘅，好似 Jamie 呢一個咁虛構嘅故事咁樣，可能全部嘅原因都有。
OK， 所以點解我會覺得呢套劇係冇劇唔劇透嘅問題呢？因為呢套劇並唔係好似一啲嘅偵探劇咁樣，要你去估個兇手係邊一個。製作單位咧，其實喺一開始就已經話俾我哋聽 ，Jamie 就係嗰個兇手。雖然我哋一開始的確係會俾個劇組呃咗，用爸爸嘅角度去睇成件事，然後我哋就會不禁去諗，吓，13歲小朋友會唔會殺人啊？但係其實劇組一開始咧就已經俾出咗唔同嘅暗示噶啦。例如有啲人咧就話發現到 Jamie 嗰間房嘅牆紙咧有一個位就好似把刀咁樣，好似佢攞住把刀咁樣嘅。又或者咧就係英國警察點解會對一個13歲嘅小朋友咁樣破門闖入佢間屋呢？去到中段，律師咧就開始俾出一啲更加理性嘅方向出嚟啦。佢話：我相信警方咧一定係掌握住一啲好有力嘅證據，如果唔係咧，佢哋唔會又要破門又要抽血嘅。而去到審訊嘅最後啦，我哋就會發現嗰個有力嘅證據到底係啲乜嘢？原來就係個 CCTV cap 到 Jamie 行兇嘅成個過程。而喺呢個時候咧，黑人警察就協助住我哋每一位嘅觀眾問出咗最重要嘅一個問題 ：Why？ 而去到第4集，同樣用翻點解去做結尾，不過呢個點解就已經變咗係由爸爸去發問啦。好，講完咧，我認為呢一套劇嘅核心之後咧，跟住就要講下最多人唔明嘅第2集，亦都係信息量最多嘅一集，因為當中咧涉及到好多外國依家時下嘅話題，例如80-20啊、incel文化、男性圈啊、顏色深深、紅藥丸呢啲咁樣嘅。嗱，第一要講咧就係 incel 呢個字咧係一個縮寫嚟嘅，直譯嘅意思咧就係非自願單身，對標翻於我哋香港嘅講法咧。大概有少少似就係單身狗嘅 feel 啦，講緊嘅就係話嗰個人咧，佢因為樣貌啊、身高啊或者其他先天嘅問題而被逼單身，就算佢想拍拖或者係想有伴侶咧，都唔會有人揀佢嘅。咁呢個佢咧，通常就係指男性嘅，因為女性咧就會有另一個字，而呢一種被逼單身嘅男性咧就叫 incel 啦。嗱，咁呢個世界咧，大部分人都唔會係靚仔或者係極具吸引力嘅人嚟噶嘛。真正吸引到啲女士嘅就係嗰啲男人中頂流嘅嗰20%，所以亦都衍生出佢哋講嘅一個理論：80% 嘅女士係會俾20% 嘅男士吸引。如果你唔係嗰20% 嘅話咧，你就係冇用嘅 incel 啦，唔會有人揀你嘅。嗱，呢一種情況咧，佢哋認為就係現今呢一個社會男女擇偶嘅真相。如果你認清楚呢一個真相嘅話咧，就會好似 Matrix 咁樣。揀咗拍嗰粒紅色嘅藥丸，認清楚呢個世界。而男性圈嘅意思咧，就係嗰一班已經覺醒咗、認同呢一個講法嘅 incel 社群啦。好啦，咁但係事實又係點呢？第一 ，incel 呢個字嘅出現咧，其實係由一位女性開始推廣㗎。佢當初咧就係因為揾唔到伴侶，所以咧就用 incel 呢個字咧去稱呼自己，仲開咗個網站，諗住揾班志同道合出嚟咧圍爐取暖，但係就最後慢慢演變成好似今日咁樣啦，將溝唔到女嘅男士同先天有優勢溝到女嘅男士咧分化開，而呢一種 incel 嘅理念咧又不斷俾唔同嘅人攞嚟講，例如劇中第2集個女警咧知道咗件事係同 incel 文化有關嗰時咧，佢就噏咗個名。Andrew Tate 咧就係一個網紅 KOL， 曾經於2022年喺羅馬尼亞嗰度被捕，罪名咧就同我哋上次提過嘅愛潑斯坦類似，不過佢咧就係強姦同埋販賣人口呢啲嘅罪名，而佢咧亦都係當中講 incel 最出名嘅網紅之一。嗱，經過咗佢嘅一啲嘅加鹽加醋之後啦，逐漸就變成咗有一班嘅 incel擁有住仇女嘅極端思想。喂，咁當然啦，就唔係所有嘅 incel 都係仇女嘅。其實喺外國咧，亦都係有一啲嘅心理學家咧做過一啲嘅研究了解，發現其實好多嘅 incel 咧都冇嘢嘅，只不過係某一啲嘅極端分子咧，佢哋厭女仇女嘅啫。講到厭女仇女呢一方面咧，就一定要提到一宗嘅慘劇嘅，就係2014年加州22歲 ER 連環殺人事件。當年咧，呢一個22歲叫 ER 嘅後生仔咧，自拍錄低咗佢對社會嘅一系列嘅控訴，講佢點樣溝唔到女啦，講佢係冇任何性行為嘅一啲嘅經歷之後啦，佢咧就殺咗6個人，造成咗10幾個人嘅受傷。
最後咧喺警方嚟到之後咧，佢就舉槍自殺。點解話一定要提呢一宗嘅慘劇呢？因為喺呢一宗嘅連環殺人案之後咧，煙手社群就開始鼓吹要 Go ER， 亦真係要向 ER 仿效啊，學佢一樣咁去報復呢個社會。4年之後，2018年嘅4月23號，25歲嘅阿萊克米納希安一樣發起話要煙手起義。佢喺加拿大多倫多揸住架貨 van 衝向人群，最後導致咗11個人死亡，15個人受傷。2021年8月12號，英國普利茅斯一位22歲嘅男子傑克戴維森，佢槍殺咗包括佢嘅父母、3歲嘅阿妹同埋2位嘅途人，最後一樣都係自殺身亡，導致成件事包括佢咧造成咗6個人嘅死亡。嗱，因為以上呢幾單嘅案件啦，煙手嘅呢啲嘅問題咧，亦都不斷咁去俾西方媒體、政治團體，甚至乎係心理學家佢哋留意到，亦都咧喺近年越嚟越多人去研究呢一種嘅毒藥文化咧係點樣影響時下嘅一班年青人啦。第二，80-20法則係咪真呢？煙手佢哋認為80% 嘅女士只係會俾20% 頂尖嘅男士所吸引嘅，呢一個觀念到底係咪正確呢？首先我需要聲明一點嘅係80-20係真嘅，不過佢本身咧就並唔係攞嚟講男女擇偶嘅比例嘅，因為80-20法則咧其實係一個經濟學嘅概念嚟㗎，真正個名咧叫做帕雷托法則。咁講緊嘅例如話，譬如一個國家啦，80% 嘅土地咧都係喺20% 嘅地主手中啦，呢個世界咧80% 嘅財富咧都係喺20% 嘅有錢人手上嘅。又或者話公司入邊咧，其實佢80% 嘅收入咧都係嚟自嗰20% 俾得起高端消費嘅客戶，然後就慢慢俾人發現啦，呢個世界好似好多嘢都係跟住呢一個80-20法則咁去行喎。嗱，咁煙手嘅 KOL 佢哋又點睇呢？佢哋最多用嘅一種嘅論點咧就係話交友 App， 佢哋認為咧交友 App 嘅數據咧就正正係顯示緊只有嗰20% 基因好嘅男士咧先係會被選擇嘅。其他嗰啲咧，全部都係垃圾。嗱，如果我哋要破除呢一個觀點咧，首先我哋就要睇下有冇例外先。嗱，相信大家咧應該都唔難發現嘅，喺日常生活入邊，其實男士唔係高富帥而拍到拖結到婚嘅咧，都有好多喎。點解會出現一種嘅落差呢？原因就在於咧交友 App 嘅運作方式啦。嗱，每一個喺交友 App 上面嘅用戶咧，佢哋都只能夠靠張相去判斷。到底嗰個人咧係咪值得做朋友？係唔係值得有下一步可以發展？咁如果個樣唔得啦，咪會碌走佢咯。又或者個資料顯示個身高唔夠高，咁啊下一個啦，肥嘅就算啦，唔使諗啦。嗱，久而久之咧就變成咗交友 App 上面咧，的確係會存在住20% 嘅高富帥係掌握住俾80% 嘅女士選擇嘅權利嘅。因為嗰80% 嘅女士其實都一定係俾交友 App 養到變咗成為外貌協會㗎啦。嗱，但係當我哋去返呢個現實嘅時候，我哋就會發現，無論係男士定女士，大家選擇伴侶嘅條件，其實往往都唔係單單講樣靚身材正咁簡單㗎，而係睇嗰個人夠唔夠風趣幽默，睇佢對我尊唔尊重，又或者係佢本身嘅人品好唔好。嗱，畢竟啦，除非你係 M 底啦，如果唔係，我諗你都唔會想揾個伴侶日日家暴你、虐待你噶嘛，全日喺間屋企嗰度散發住一啲唔同嘅負面諗法，喂，係人都頂唔到啦。而煙手嘅 KOL 咧就係不斷去鼓吹呢一種看似真理嘅想法，令到一大班嘅男士咧失去咗佢哋應有嘅批判性思考，只係會諗我冇俾人揀，就係因為我嘅基因唔好，係因為你哋呢班女人嘅問題。我咧要恢復翻父權主義，男人揀女人嘅社會。嗱，題外話啦，即係我自己又覺得佢哋係咪真係基因唔好咧？咁我自己又唔覺嘅，即係好似頭先講 ER 呢一個人咁樣啦。咁我自己覺得其實佢都幾靚仔啊，基因唔係唔好啊。不過咧，佢就係覺得自己嘅血統唔好，佢覺得自己嘅基因就有問題，就係咁咯。好，我哋翻嚟啦。不過咧頭先講嘅呢一種嘅話題咧，就會牽涉到另一啲嘅更加多嘅嘢啦，就係性早熟同埋性開放嘅問題。因為成個煙手嘅文化咧，其實就係講緊話嗰班嘅單身狗唔會再有機會破處噶啦，唔會有機會咧有性伴侶。咁但係呢一點帶落嘅問題咧，又會再複雜少少，所以呢度咧就暫且唔提啦。
我自己覺得好諷刺嘅係，無論係啱啱提到80-20法則又好，紅藥丸都好，其實大部分嘅年輕人就會好似第2集個黑人警察個仔咁樣，佢連 Matrix 佢都冇睇過，甚至乎連 Matrix 係啲乜嘢佢都唔知啊！佢哋大部分人咧，其實都只係不斷咁樣去俾呢個社交媒體上面嘅人去洗腦，覺得自己係煙手就冇噶啦，唔會有女士揀佢噶啦，而且仲要係一世都唔會有伴侶。佢哋拍嘅唔係紅藥丸咁簡單，係拍咗粒黑藥丸添啊！嗱，如果你帶咗啱啱睇嘅呢個觀念再去睇翻呢一套劇，你就會明白好多嘢噶啦。例如點解第2集嗰個串嘴黑妹會同個黑人警察講：你個顴骨咧好好睇喎，但係你個仔咧遺傳唔到啊，好可惜。點解嗰個俾人打個死僆仔同個黑人警察講唔信佢甩個牙呢？佢哋背後表達緊嘅其實都係講緊佢哋認可個黑人警察，係認可佢嗰種好 man 嘅感覺外表嘢，而呢啲咧就係佢哋認為嘅基因嘢。而第3集點解有個猥瑣保安就不斷咁樣望住個心理學家？佢會唔會都係喺呢個社會風氣底下被認為係煙手嘅一員呢？ Jamie 點解突然間發火話唔准個心理學家去控制佢？係咪因為佢被灌輸咗一個諗法，覺得男性先係有權去做選擇去控制嘅一方，所以佢嗰個防衛機制出現咗啦，佢就好串咁樣去話嗰個心理學家，話佢好似個女王咁樣去揮揮手就叫人走。第4集爸爸同媽媽喺架車嗰度講話佢哋以前係點樣認識嘅故事，會唔會都係講緊俾咁多位觀眾知？就算好似爸爸咁樣，唔係一個靚仔，亦都唔係一個高佬，佢都可以有獨特嘅魅力去吸引到媽咪呢？又或者我哋再翻轉頭咁樣諗，嗰啲學生認可嗰個黑人警察啦，會唔會只係因為嗰個警察係有做 gym，所以展現到佢有一種好 man 嘅 feel 出嚟呢？你又點樣去睇呢一套劇帶俾你嘅唔同嘅反思呢？好啦，去到呢度咧，其實都差唔多尾聲啦。呢條片咧，我係盡量嘗試係由到劇嘅嗰個核心去做嘅，而唔係單單去講一啲花絮或者心理學嘅分析。希望咧可以從中俾到大家一點點嘅反思。嗱，我唔敢講呢一套《混沌少年時》係咪近年嘅一套神劇，但我覺得咧佢至少係近年，特別係有唔同嘅文化崛起之下最重要嘅一套劇。最後啦，如果你覺得我呢條片係正嘅話咧，就記得 like 同 share 俾多啲人睇到。當然唔好唔記得嘅就係訂閱我同埋開埋個通知。我係李奧，我哋下次再見啦。